2022神话草莓季主题定为“梅来野趣产业文化活动”18日的宣传记者会就选伫咧晴空农场举行，现场设有野餐布地区，展示草莓香草卡士塔、提米盒、草莓松饼、莓果干以及草莓牛奶等等，成为26号登场的草莓季暖场。大家想说，哇，草莓都只有在中台湾，只有在北台湾，事实上南台湾哦，台南的草莓园哦，品质非常好哦。这个吃过了，这成主顾可以看一试成主顾了。那不仅是鲜果好吃哦，它的这个不仅是变成草莓牛奶也很好吃哦，还有草莓大福啊，这是我的最爱啊哦，还有这个草莓蛋糕啊，还有这是什么草莓卡士达啊，还有这个是什么奶昔，都很好。主办单位神话区公所今年结合晴光、晴空、温馨、美育、南科等5间在地古园，共同要来推广神话草莓。我们这个晴空园主张先生在5年前就来到这边做那个推广这个种植这个草莓，而且他种植的草莓真的是无毒有机的，有经过成大的认证检验报出来的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又能够撑了5年，而且它的面积越做越大，刚开始是1分地左右，现在已经到达到1.8分地。那么也是因此之故，所以公所更要来辅导，不要是那个，希望说这个晴空业主的抛山引玉，我们希望更能够遍地开花。2022神话草莓季活动自2月26号到3月25号，26号开幕动工，嘛邀请到悠悠家族草莓姐姐现场来带动跳。另外，动工神话美女场也会将特制草莓美女提供民众试饮。欢迎大小朋友做伙来神话，体验满草莓的趣味。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。